大家好，澳門事。上個月網絡流傳一段喺澳門公共道路拍攝婚紗照嘅影片，治安警察局表示有人涉嫌違反道路交通相關規定，已經作出檢控，同時通報勞工事務局跟進係咪涉及過職工作。治安警話，影片中重型電單車駕駛者同埋乘客涉及冇相關駕駛資格喺公共道路上行駛，未有佩戴頭盔，電單車後車牌被遮擋，黃實線停泊車輛，同埋作出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嘅行為，已經對違例人作出檢控。違例人已經繳交相關罰金，而影片中車輛嘅持有人唔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另外，由於電單車駕駛者係外地僱員，涉嫌從事過職工作，已經通報勞工局跟進。至於拍攝團隊嘅負責人呢，懷疑涉及非法工作方面，治安警仍然喺度調查。青春請你歸來，再伴我一半。若過他朝此生